點樣查看你小朋友嘅學校成績報告？你可以登入 Compass， 喺首頁撳你小朋友嘅相片，去睇佢哋嘅成績報告。喺螢幕頂部，你會見到報告 Reports， 撳落去。喺呢一頁，你會睇到每一學期嘅報告。揀你想睇嘅報告，例如最上面最新嘅一份，撳落去。等幾秒鐘，報告就會出現。用手指觸碰螢幕，向上或者向下移動，就可以瀏覽完整嘅報告。兩隻手指喺螢幕上向外或向內移動，好似捏合嘅動作，可以將畫面放大或者縮細。呢一頁會有家長指引 Parent Advice， 解釋點樣理解學校成績報告。下一頁會有你小朋友每一科嘅學習進度總結。之後每一頁都會更詳細咁展示你小朋友喺各科嘅學習進展。